靈情私語哥林多前書第3章10至17節，用什麼建立教會？我照神所給我的恩，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別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，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，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賞賜；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他就要受虧損，自己卻要得救，雖然得救，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。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？若有人毀壞神的殿，神必要毀壞那人，因為神的殿是聖的，這殿就是你們。講到事奉嘅果效，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嘅信徒要小心點樣去建造。真正嘅試驗係喺主再來嘅日子，佢要按各人所作嚟到賞罰。10至11節，屬靈工程根基。保羅話佢係聰明嘅工頭，意思就係佢凡事按住神嘅心意去做。佢嘅宣教使命就係建立教會，將福音根基建立，然後別人喺呢個根基上作栽培。保羅提醒佢哋要謹慎建立教會，因為已經有咗福音嘅根基，如今已經不必再立根基啦。12至15節，屬靈工程試驗。建造房屋可以用唔同嘅材料嚟建造，有人用貴重嘅金銀寶石，有人用便宜嘅草木禾秸嚟建造，所做出嚟嘅價值當然係唔同啦。屬靈嘅工程都係咁，你用貴重嘅東西定係用便宜嘅東西嚟建造呢？貴重嘅東西就係憑屬靈智慧作工，便宜嘅東西就憑肉體嘅智慧作工。呢啲工程係咪經得起考驗？就係等主再來，佢要試驗呢啲工程，好似用火嚟試一樣，火就可以試驗出佢用乜嘢材料嚟建造。若果存留得住，呢個人就得着賞賜；若果佢嘅工程被毀壞，佢就要受虧損，只能得救，冇獎賞。16至17節，教會係神嘅殿。保羅指出，教會就係神嘅殿，有神嘅靈住喺裏面掌管一切。神嘅工人喺教會係建立神嘅殿，但哥林多教會屬肉體嘅行為就係毀壞神嘅殿。呢個殿係與世界分別出嚟，人豈能喺教會中憑着血氣去行事呢？保羅提醒佢哋要謹慎咁建立教會。不幸有人建立教會，只用世界嘅智慧同方法，各種嘅技巧、管理、流行文化，以觀感為首，以為用呢啲方法就可以吸引人去跟從神。呢啲都係曇花一現嘅方法，不能長久。真正建立人嘅係傳講純正嘅道理，勸慰人要過聖潔嘅生活，強調與神嘅關係為基礎嘅首要。親愛天父，我哋真係要思想以乜嘢方法嚟到建立教會，係用金銀寶石，
定係用草木禾秸呢？求親愛嘅聖靈幫助我哋，以屬靈嘅內容同方法嚟建立教會，叫基督嘅身體有真正嘅增長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點解保羅話佢係聰明嘅工頭呢？第二，保羅要求以乜嘢材料嚟建造工程呢？第三，我哋點樣睇教會係神嘅殿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